咱志公老师讲，要放下身段，以办道迎合众生而投也。咱唔通想讲，我修道，我的境界修到足悬，让人家靠我近。你的门槛这么高，人要下歹下。你的门槛好较低一个。你看咱新元山为虾米要入去的时阵无门道？因为要互任何一个人都没有门槛，谁都可以进来。安尼你教育了就因会对啦。你若门槛悬，意境遮尔悬，要入的人少啦。你要成就兄弟姐妹的机会就会很少。所以讲起来呢，咱一定要放下身段，以办道迎合众生而投也。这个人发如三星，人有离顿啊！伫下生的阶段内底，这个人你就拢甲删掉，敢会当啊？袂当袂参与嘛我们要以下乘法门来给度化，让他进入中乘、上乘，慢慢逐步的、次第的来给予提升，安尼呢，卖当符合了佛以平等心，所以讲呢，志公老师讲，想要学学道就爱先破千，才会当有够契机，若无争这个名，争这个商机，你伫世间拢要出头啦，拢要迄个占第一个啦，占上高的啦，占上有钱的啦，占上有权势的啦，占我的人你遮尔好的啦，到最后呢，也不过是孤魂野鬼一个。伫佛来讲起来，地万民而不精，性命就是人。今仔日伫社会，你伫你这个内底，你就会有危险，因为你想要陪人嘛要陪。所以讲咧，伫咱修行学道，为啥要淡无名利，爱屈辱价，爱愈无名声，互毋知影你咧用啥。毋通讲我道一个人，我道理讲甲足好，能力足好，伫迄个时阵就感觉讲好，规个家己当安尼，敢若单严起安尼就毋对啊呢。但是爱愈屈愈低，毋知影你会甲我说生一个广告啦。若安尼离屈愈远啦。所以讲呢，咱爱慢慢做，念念做，脚踏实地，讲少做多。各位先生，敢有认同？有。毋通讲小可做一个就拼甲安尼，大家拢知影，足无彩的。本来是功德变福德的，安尼所以讲起来呢，道义若要求名，也当求万世的名；要求利，也当济天下的利。拜天仙法，替天行道。第三，一枝落叶，铁器既衰，盖之在德。那么伫遮个德呢，咱讲贪，毋是讲我支遮济盖德，啥物我毋着拢卖盖之在德，毋是伫遮讲贪，有就好毋是讲爱足济，因为咱年纪济食嘛有限用有限看有限啥物拢有限都有一个分就好。尤其是对咱的名声地位、金钱，毋通过分的苛求，毋捌讲好，嗰啲业绩，嗰啲一直咧争取，你甲争取较济，莫甲三寸贵当面送的人啦，不一定咱囝的呢，敢是安尼？有福报的人因为呢，咱年纪济你搁伫即个方面用足侪心机的所在，咱讲即个力不从心，一底就讲多言轻重不可相比啦。事实无法度改变。强欲道德，咱若一定要道德，必变得为之，一定爱出足大力。你若出足大力的话呢，那伫咱的人生精力不逮，自顺心心，咱人呢心心地搁较紧歹去就对啦。所以讲咱年纪愈济，你爱愈养生。养生之前，你一定要养心。养心就是爱来听道理。
来会当调摄你的心，让你的心都处在中庸之道，安尼的自然就会当较好，老年难释怀啦，老人难释怀，因为较执着啦，执着就对啦，咱单前人讲，奇怪人下昼即个个性袂退化，食愈豆愈个性，各位先生，细记咧，咱年纪愈侪就愈个性咧。互我咧讲啦互我迄阵细汉，迄个笑度，遥远真囝少年的时阵的笑度，敢有共款？敢有？咱认为袂使，咱的囡仔认为会使。你笑度敢袂当无放较大小可？伊是讲袂使，一定爱安尼恁两个爸仔囝、母仔囝无人要插你。所以你爱甲笑度说较放较宽一下，大家融合。照字来沟通看看，这样就好了。袂使讲用你的标准去咧共量这个也袂使，这个也袂使，这个囝大拢袂使。因为安怎讲时代无共款，所以讲咧，咱的笑度咧爱小可放一下，咱咪毋通固执，有就好啦，无一定爱安怎，地位拢有是非回应，那么咧，咱有当时去主做伫咧世事过执着。得烦恼，临死放不下。你若想过一道安尼我来讲一个典故，这个典故来讲做官做较善人呐，因为我一路来我做总统嘛我总统就遮一大咧，对无？大家拢爱听我下咧，这个做官伫这个官场现行记内底咧，伊就讲安尼，伊讲这做官做较善人呐。迷了要死死袂去啦！因为安怎，伊想讲我官遮做遮大，官做遮大啦，所以讲起来要安怎迷了，佫无法度，佫放不下、数不起要死袂去无法度。因两个副官一个徛一边伊的房间的门口一个徛一边，一个呢就摕照名片就去读某某大人驾到，就爱有人安尼画就是代表讲有大官要来见伊嘛安尼。那么另外一个，伊就搁画老爷欠安，讲听着安尼怎啊翘辫子去怎啊放心就安尼怎啊去对。你看安尼有主作无？咱今仔修行学道爱如何？少三心为事上，所以铁学家呢，得以是无法逃脱自然法则，这是自然的法则出世、父母关爱、学习、知识、结婚、家庭、道德，这种得到的财富，有事业的地位，将随生命家万而至，伊个时阵拢听伊你一生所奋斗起来，伫咱生命该种的时阵。拢一定，你讲嘛是爱过你讲愿嘛爱愿你讲偌艰苦，你嘛爱淡然放下所以讲咧，伫生命的过程所得的一切，又将失去。伫咱生命到最后嘛会失去咧，敢是安尼？所以讲咧，咱这个美国太空总署。即个彭博士，伊还未得到的时阵呢，伊就是讲伫太空总署，伊咧负责迄个引擎嘛，伊就逐工就安尼上班，就拜到拜五下班，营养起来就休闲，拜六礼拜休闲嘛。当伊得到德体上4个5年教育了后，伊讲鸡蛋不能放在同一篮。看会到的，有一天会无去。毋过咧，咱伫在世的时阵，有做迄个看袂到的功德。后界讲看会到的早袂去，无嘛还佫看袂到的人，趁课会到人。所以老师讲讲道理，你毋通想讲有当时无来参与道中，我一日减趁3000咧。老师讲道理，你毋通安尼想。今仔日你该去趁钱，但是你为着即个道中，老师拢已经甲你算好啦。你一日3000箍嘛，台币嘛，我甲你算好你来道中趁的功德，我拢甲你藏伫天公银行
所以讲咧，老师讲，徒儿你所作所为，虽无薪水，上天补你千倍。各位浅显，咱按阿妈做，按阿妈给啦，哦，按阿妈做，按阿妈给哦。所以讲伫人生哦，咱不要鸡蛋放在同一篮。少年壮年哦，在地哦，那么咧，伫迄个时阵咧，忘失的存在，迄阵仔咧就拼有就好啊，他会去想着讲，迄个后壁会无归零啊。哦，咱就靠了归零，让你赚进全世界而赔上生命，有什么益处？你用什么换回你的生命？伫迄个时阵咧，拢想讲，哦，安尼都得啊，伊也袂去看你后壁讲，我要拼较济后壁嘛会无去啦吼。毋过咧，老年的时阵开始，利息会愈来愈紧，哦，食愈少，敢是困愈少，用愈少。对无啊，有一天敢会无去，都免用，敢是安尼。哦，所以讲咧，愈来愈紧。哦，所以讲咧，咱若过分欲定的心咧，哦，要达到将心所欲不逾矩，那个境界是非常的难。哦啊，所以讲起咧，咱一定爱去思考，戒极非乐非看破风尘。哦，咱爱学样达观处事，达观处事就是看透是非，不为喜怒哀乐影响。咱人永远拢定伫即个当中咧纠结哦。哦，伫即个是非，伫即个喜怒哀乐嘅纠结内底哦，你跳袂开啊。哦，啊，你拢用这物件定来甲家己绑架。哦，啊，倒不是伫遐喜怒哀乐无常。那安尼你嘅人生哪是会对个？所以你爱会晓达观，哦，爱会晓达观哦。看淡不可避免，哦，不可避免的习惯人生如常不圆满，不圆满才是人生。一个智者呢，应该爱戒得在心，哦。那么老人之道，老人是家庭的天德星，德为吉，哦，如地存在包容化育，性如花，温和无火气，哦，咱老人爱安尼哦。哦，啊，佮中年嘛爱慢慢安尼哦，哦，少话不唠叨，咱毋通吼安尼，足唠叨，伫厝内尤其是带条少年的做伙吼，啊，逐项拢要安插，而且甲咱少话不唠叨，不说家人的长短，咱兜家丑不可外扬，毋通拄啊袂拄啊好，就出去啦，阮媳妇、阮后生啦，阮迄孙啦，外歹安怎拄安怎啦？你甲看卖，连骹底赔了，咱对于即个老人嘛会打折扣咧，所以讲咧，咱来温德富，爱富足，温和和中，知足常乐，教子孙，爱捌知温感恩报恩，无管因事，不过多的牵挂，儿孙自有儿孙福啦，所以讲咧，子女的事。不干涉，互陪人同工，不败露资格，不传是非，不听是非，安尼咧，你才会清闲自在啦。那么咧，第三，夫人的关卡，了宴过节关，法度好好过过。你今日去撞着无好的，咱爱感恩。我已经了一个业啊，我较早欠两个正发生，我已经欠两我家兄弟啊。若无咱的业力袂摕，那么呢，咱要来了脱生死咧。所以讲咧，咱是先拢甲咱讲，修道除了先求德，求道外，要先求道之外，咱爱听课哦，修心养性，爱无离题无病，咱爱亲口如数来消咱的业障。那么咧，三思并行，这拢是足重要的。如此才会当彻底消除业识甲业障。啥物是业识？业识就是咧讲咱的念头。我今日会做歹，做好甲做歹，是我的习心。我的习心呐。所以讲咧，你咧消除业识，伊的方法就是爱听课。你要开启智慧，你一定要听课；你要修身养性，
你爱清口如数，安尼才会当消除了着你的业色。那么咧，这个业就是你过去是欠他欠人的啊，所以人真会来讨。比一个讲倒花啊啦，爱是讲即摆即世人对咱袂拄啊好啦，袂拄啊好就是咱过去世共一生交人袂拄啊好啦，人即世来讨啦，所以你要消除业绩，即个业绩唯有你爱三思辨明，在思发思无为时，这才会当消除着你的业绩。安尼咧，才会当渐渐脱离开了着业的环境，所以讲咧，才会当改变咱的命运。咱咧修伫人生修道的道路咧，道路上咧，咱才会愈来愈平坦啦，那么咧，第四结语，老师讲：人之有大患者，为无有心，急无无心，无有何患啊？少年人咧，爱放下别人，做自己人。不断的造就你自己，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呢立志向，要学习，要学习，放下别人来做自己，唔通互外在来影响。中年呢爱放下家己，放下家己为别人，广结善缘。因为咱伫这个时阵呢，开始已经事业成功，咱一定要为别人。爱为别人，安尼咧，才会当广结善缘，才会当留富足啦，将来。年老两者拢爱放下，年纪已经老，咱两项拢放下，毋免倒操迄个心啊。咱的主妇咱就毋能甲挂心伤济啊。那外在的一切咧，咱更加毋能甲用迄个心，依天合一，安尼咧叫做依天合一啦。人生足侪的关卡，修行路上呢毋通退缩。咱修行的道路上崎岖坎坷，没有修行，你没有修行的人生，你敢有关卡？敢有？你今仔过来道中，敢会碰到无好的人？会哦。咱毋通想讲我来道中度遮济人，做遮济代志，拢会碰到无好的代志，安尼一贯道无好，袂保庇。咱各位浅浅，咱伫道中度遐济人，做遮尔济代志，三思辨明，咱搁会碰到逆境，代表咱功德也袂够。若毋是因为你伫道中咧做，上天有大事甲你化小，小事甲你化无，有可能也搁较严重。所以讲咧，咱一定爱感恩，那么咧用出故里，帮阮食清，安尼就会当过关啦。咱会当出志。你会当过关，咱敢有看人咧，咧跳高，有无？跳高是徛伫迄支竹竿下底跳，爱离远跳来。爱远走来嘛你有这个距离的时阵，你才会当轻易过关嘛。所以有啥物代志，你毋通硬经啦，毋通硬经。那么咧，咱来甲看，咱讲无好，敢有人比咱较无好？敢有？有啦若安尼咱是咧艰苦啥？倒有人比咱较无好，人因拢足快乐啊，咱嘛当安尼尔就遐艰苦。安尼看较开好无效。多数人拢知影道理啊，但是做袂出来。拢去互喜怒哀乐甲你绑架啦。你心情太歹干，太欢喜袂起啦。就安尼啦。安尼你也欢喜袂起啦。你太无爱，安尼就欢喜袂起啦嘛。这心法啦。听有诶听有所以讲咧，话讲出嘴是药，因为你袂闷在你的内心。有咧爱找知己的讲，咱知己的善知识甲咱开化，咱看较会下，放较会开，迄是药。思问伫心就是病啊，藏久水沟久，就会安怎咧，就会臭去。所以呢，对己的笑容，对人爱包容。咱对家己爱较有笑容，对人较有笑容啊！对人咧爱较有包容，毋通鸡仔长鸟仔多就对啦。啥物拢爱甲算甲真，我要你死就要你死啦！安尼鸡仔长鸟仔多，安尼家己嘛过甲咱像人地甲同款。对事从容，幽默而不必沉默，幽默而不必沉默啦
可能到这个所在，时间去查已经到，但是或是想讲，伫遮咧，即个机会有一个片段是咱志工老师来参加即个实践以现身来勉励家己。伫伊要法会要结束的以前，伊要交大家离开，伊对着这个学员，嘛对咱大家一种的期待，老师讲过，伊逐届来要回去拢用哭的回去啦。伊有一届讲，我这届真正要用笑的回去，结果敢有用笑的回去？没有，他还是哭着回去。一定要好好的修道，真的落实修道，好吗？我是不希望一直是回答好的问题，而是真的把你挣出来，回到家里，回到口子，回到口旁，你在你工作岗位上，学校，你都